乜嘢係聖和淑啊？聖和淑係由稻盛和夫創立，分享其經營思想同知識。聖和淑曾經發展至90幾個國家及地區。聖和淑嘅宗旨係提高心性、拓展經營。喺聖和淑入邊會做啲咩呢？我哋圍繞稻盛經營學中人生哲學、經營哲學、經營實學三大核心，展開系統而深入嘅學習。我哋喺聖和淑學習、同修、實踐、互勉。香港聖和淑係一個點樣嘅團隊呢？我哋堅持真誠、利他、精進、務實。我哋堅持坦率表達，說真話，講實話，與人為善，大愛相處，付出不亞於任何人嘅努力，不達目的決不放棄。我哋堅持透過建立科學嘅運行機制，協助屬生實現數字化經營，實現銷售最大化、費用最小化，創造利潤不低於10%嘅高收益。我哋點解會加入聖和淑呢？為咗打造受人尊敬、持續高收益嘅幸福企業。香港聖和淑嘅大義名分係致力培育正道利他嘅經營者，為社會及企業嘅持續發展作出貢獻，讓幸福企業遍香港。聖和淑會點樣學呢？透過每日讀書打卡、讀書小組深度研討、空吧談心、分享實踐心得、參與經營報告會、參與國內外標杆企業遊學、交流論壇及專題課程等。等我哋嚟聽下淑生嘅真實感受啦！呢咁多年嘅學習咧，即係自己同埋公司嘅同事咧都有好大嘅改變。我喺聖和淑裏邊學咗好多經營嘅方法，加深咗對利他之心嘅認知，學習訂立目標，積極為員工謀取幸福，為客戶提供優質嘅服務，以作為人何謂正確為出發點，每天學習，每天踐行經營哲。由當初唔係好認識稻盛哲學，覺得冇乜用，慢慢開始去接觸，不斷去浸泡，每日嘅打卡，每星期嘅讀書會，每個月嘅實體大會，同埋各個唔同類型嘅參訪同埋會，令我係慢慢喺哲學方面有多啲嘅認識同埋理解，心性開始有一啲嘅提升，但係都發現自己有好多不足。好感謝香港聖和淑俾我一個咁樣嘅機會去持續去進步嘅學習。淑入邊，我對時間觀念嘅改變，作為淑生我要讀書唔係打卡，同埋我自己有個人嘅公司嘅運作啦、工作同埋個人家庭嘅時間。入咗淑之後，我會早上我會準時咁起身，同埋聽書。關於成長，我個人認為成長通常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失敗的時候，被騙的時候，或是走冤枉路的時候。想要更快的成長，我覺得你必須要找到一個從實踐磨練出來的適合現代環境的一個正確的經營哲學。而對我來說，這個地方就是聖和淑了。那我找到適合我自己的這個學習道路，我也希望你也可以找到屬於你。咁過呢幾年，其實大家知道投資市場都好低迷，特別係喺美國方面。咁但係呢，我睇翻稻盛先生堅持過往呢幾十年，其實日本經濟都係低迷嘅。咁但係堅持生意都係蒸蒸日上，所以我哋呢亦都係實踐咗稻盛先生嗰個哲學同埋實學喺自己企業嗰度努力。咁啊，結果我哋今年生意呢亦都相當唔錯嘅。業績咧，從2019年到而家2025年咧，其實個業績係翻咗1倍有多嘅，同埋嗰個利潤啊，淨利潤都翻咗1倍有多。咁我哋得着除咗喺嗰個經營方面嗰個成績體現到出嚟咧，喺我個人方面咧，我覺得受益匪淺咯。其中有一條咧就好有純粹之心去走人生路。最新收到嘅評語係我變得溫柔而堅定咗。我自己嘅感受就係生命充滿能量同埋幸福。
我都慢慢發覺，原來我嘅幸福都可以帶給其他人幸福嘅。我今次嘅機會，我都想祝福我哋嘅大師姐 Apple， 我希望佢早啲康復，返嚟我哋大家庭。